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宝山，听说当地有口井，只要喝了这口井的水，很容易生出双胞胎来。来，我带你来看一下我们宝山的双胞胎井。过去的双胞胎井就有这2个可爱的石像吗？过去是没有这一对娃娃哦。这是早期的时候，这口井是在马路还没有拓宽之前，是在这前面这个位置。哦，原本是在前面。对，后来才移到这里。因为马路拓宽的时候，这个井被毁掉了。所以我就把它重新再塑造一个井在这边。所以过去的民生用水啊，然后灌溉都是用这口井吗？其实这口井就是我们这边附近这些村民在使用这口井。早期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这口井的水。当成民生用水。对。我刚刚是有看到这个诗啊，这个诗上面是有什么含义吗？这一首是长头诗啊，就是宝山双胞胎井传奇。我有看到它这里有上面是那个长头诗有玄机的宝山双胞胎井传奇。对。原来，在这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客家村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却有30几对的双胞胎出生，大家都说是这口井的功劳。难怪当地还特地建了一座墙来纪念这件事。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手印，这些手印是谁的手印啊？都是我们村里面的那个双胞胎的手印。我看这些手印啊，有大有小，好可爱哦，有些是小孩。对，因为年纪有差，这个年纪比较大的，他的手印都比较大。对啊，我看那个是比较小的。哇，这样好多双胞胎哦，好有趣哦。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双胞胎井啊，刚好在这个路口的中间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双人桥，那边那一头是一个人字形，人字形的人的路口，这边也是刚好是一个人字形。现在这边我看到的这个人，然后跟这个人就是双人。哇，那这个真的蛮巧合的哦。对，很巧合，刚好是2个人，所以就是双胞胎的含义了。对。经过田大哥的述说，了解了双胞胎井，这也为宝山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。